谢，祝你们将来一片美好，谢谢，白头偕老。会的啊。不要没事吵架就说要离婚，好不好？小 S 要不要开个算命馆？你姐大 S 还真的被你说中要离婚了。你不要讲一些惹我生气的话，好不好？大 S 5日一早抛出震撼弹，喊话要修复菜的汪小菲。明明两人今年3月才庆祝结婚10周年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女婿。这身为台湾女婿的汪小菲，因不满新冠肺炎确诊者，日前搭飞机硬闯厦门。他今早在微博 po 文。我们抱着一颗真诚的心，被他们不断的利用和污蔑，这么多年看过来了，实在忍不下去了。按我北京人的话，历史书里一定记这一笔汉奸。他也提到，我的家人在台北根本打不到疫苗，太无耻，太低级了。这就是对比，这就是差距。还对台湾饭店员工喊话，要他们来大陆做经理，工资给翻倍。你不要讲一些惹我生气的话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大 S 生气闹离婚的原因正是汪小菲的政治敏感言论，两人因此在电话中大吵一架。媒体向大 S 求证，他说离婚手续正在办了，他的言行本人不予置评。询问大 S 经纪人，他透露夫妻俩就是吵了一架，一时的气话，哪对夫妻不吵架，没什么事，否认两人婚变。这是我台北的秘密空间，就是这个沙发。这大陆媒体稍早也询问汪小菲是否被修复，他表示我不知情。maybe 知道汉奸言论金家代机断掉。中午时，汪小菲 po 文认错，因为实在担心家人说了一些不好的话，疫情期间情绪容易激动，希望家人能健康平安。你为什么会闪婚？但是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吧，吓一跳。我一旦凭感觉对了，就是会做下去。44岁大 S 与39岁汪小菲结婚10年，育有1儿1女。当年两人可是只有相识49天，见面4回就闪婚，轰动两岸。但跨海婚姻要维持大不容易，价值观文化上都不同。他俩结婚至今也多次被网友唱衰。你妈的抖音傻逼，脑子有病吗？北方人的汪小菲是个火爆浪子，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虽然对大 S 及小孩疼爱有加，但身为台湾女婿却3不5时干掉台湾，这点让大 S 很受不了。小杰吃虾我都会给他剥。你知道我从小到大，都是我爸剥给我吃。我爸不在之后我就不吃了。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男人帮你剥，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，他如果不帮我剥，我也不讲。他如果帮我剥，我就吃。都应该要穿羽绒服了。干嘛偷亲我3年前，当两人上节目时还爱得甜蜜，不过幸福3重奏，这下恐怕得改名叫离婚2重奏。汪小菲呢，也对我们那个贡献非常大。大 S 婆婆汪小菲的妈张兰下午则是开直播撇儿子婚变传闻，不是真的，不会离婚，都是八卦，媳妇也好着呢，生活不能都是巧克力，难免会有酸甜苦辣。台湾方徐妈则表示，大 S 是在说气话，会劝她要忍一忍。I love you. Me too. I love you too. 这相守走到喜婚真的挺不容易，究竟大旺婚姻结局如何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